市民心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市民心声》节目。针对着年底大选哦，伫咱台南市原选区的这个部分呢，13个选区总共有106位的候选人登记要来参选。今仔日呢，咱特别为大家邀请到这位哦，是文政非常的认真，非常的专业，而且呢，他获选了评鉴为政党最优的议员。这届呢，要来挑战第5届的连任。咱今麦就来欢迎台南市议员蔡旺全蔡议员，欢迎您。各位乡亲各位市民朋友吼，大家好，我是东区蔡旺全。是，咱非常欢迎旺全哦议员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啦吼。旺全议员呢，这届吼要来挑战连任的第5届吼，已经做满4届。上届一开始呢，其实是伫个这个许天才市长任内时阵，伫个吼伊的市长办公室当副主任，然后还有当联合服务中心的这个召集人。对。所以其实对着市政相当的了解。后来呢，又跟连续做了4届议员，当然被评选为最优质的议员，这不是随便评鉴的哦，这是有根据的。而且其实大家这些年来看到旺全议员呢这样子的一些表现会觉得说哇，这个人真的很温文儒雅，但是问政起来又针针见血哦。但是他从来不口出恶言。然后呢，在问政的时候，真的我们就我们记者而言，我们就会觉得说哇，问政真的好专业。他所有的东西，他要问什么，他的资料绝对是非常的齐全，非常的完备，然后每一个咨询是真的非常有料无聊的啦所以其实呢，大家会觉得说哇，这么一个温文儒雅的议员，这样子的一个定位、一个形象，还有说你这十几当来快要20年了，哇，这样子的服务深耕这个地方你自己有什么感想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吗？是，其实我一路走来，我的感想就是当时的坚持是对的，是一开始我就是在市府服务的时候，就是也没有所谓的要为了选举而服务或是选票考量，就是只觉得说有这个机会好好的服务，就是帮民众解决问题。所以当时我在市府那段时间，对我的这个训练跟经验其实是帮助很大。对，那尤其是那时候我在联合服务中心。当时得到市长的授权，所以我可以整合各局势，所以当时我解决了很多10几年来没办法解决的疑难杂症。对。跨区域整合，所以很多民众真的很感谢我。所以甚至那时候我决定在东区在选议员的时候，在路上扫街都还有那个妈妈带着小孩子追着我要来跟我谢谢的也有。就是我已经忘记他是谁了，因为你帮过他们。对，帮过对，所以那个无形中给我很大很大的一个动力。那所以尤其在选的过程我就是不求说一定不像说很多会比较目的性的、实务性、务实性的去考量选票。那我们不是这样。我觉得说维持自己的初衷，自己当时为什么下定决心要走这一条路，我的初衷是什么？就是解决市民的问题。然后把这个城市的愿景能够往前推进，然后实现这个城市未来许多时光100年也好，200年也好，让他看得到我们孩子将来在这一块城市土地生长是 OK 的这是我们最大的愿景。那已经17年了因为中间县市合并，所以多做了1年所以目前到现在已经满17年。是。那这17年的历练也让我非常的深刻体验，就是很多东西是需要经验的累积。那尤其在克服困难跟解决问题的过程，都需要经验。那么所以我们在选举的过程就常会遇到很多新人的挑战。对。因为就是说其实我并不老啦，也不是说你的年纪在议员里面算年轻我在年纪各议员里面我算是年轻的年轻世代的。但是呢，他们会觉得说你议员已经做4任了已经是很老了这样。对。然后就是很多新人会以这个来去挑战。那我们是不怕挑战。我常说一句话就是咱咧磨刀以外上好价。上好的都是老长，不然去吃那个车长。老长有经验，经得起风吹雨打跟考验。对，就是说我们在政治这条路是很残酷无情，是随时要接受检验、考验跟历练。对，那还有很多的压力。那我们能够通过这些考验，才能够
4年一次的检验一直突破难关，所以尤其是这一次的台南市议会，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全台湾全国第1名。为什么第1名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全部公开透明，所有的立法机关，连立法院都没办法做到我们台南市议会的透明度。对，我们包括政党协商的会议、各委员会的会议，小到就是简单的座谈会、讨论会，全部直播。所以每个乡亲，只要上网去找到台南市议会的网页，全部都是直播，公开透明。所以我们荣获全国第1名的那个就是议会部分的评比，我们是得到公督盟的第1名，是名副其实。那这个过程我们有辛酸，什么辛酸？就是我们议员很努力，真的大家很努力。这一届的议会，因为有民间公民团体的监督跟我们打分数之后，其实每个议员同仁加倍的努力，比起各历任来讲，我觉得是已经有人打分数了吗？对，认真的大概2倍到3倍啦，甚至5倍以上。这一届议会坦白讲，每个现任的议员都很认真啊，我都基本上都应该8、9成都要肯定的哈，就是肯定现在的8、9成的议员都蛮认真投入的。那以前比如说以前我们在市政总质询的时候，那50分钟很重要，我们才会去做功课啊，做 PowerPoint、做 PPT 或是做图档，去做数字的呈现，研究政策的辩论，就好像在考期中考、期末考一样。对。但是现在不是哦，现在是我们平常的这个工作报告质询，我们也会做资料。不是每个议员都做啦，就是大概10几个优质议员里面，恐怕也只有个位数的议员会很努力的做这些资料。你就其中一位啊，我是其中一位，因为我们都要准备功课，我们是真的很认真在准备功课，然后还会跟那个学界或是跟助理讨论，我这样的一个主张在实务的理论基础是什么？我们不会乱讲话，就是说各国的比较、各都的比较，然后别人做得好的一个经验，我们会拿来质询，就是来做跨国度的或是区域度的比较整合。然后这个让我们这个城市坦白讲，那个所以我觉得台南市这几年坦白讲是真的有进步。它不是只有硬体的进步，是所谓的软体这个软实力的进步。那因为议会的认真，因为行政单位的这个尊重。所以我们也对行政部门的公务体系的人员也觉得这是必须要感恩乐起来哈，他们的工作量应该恐怕也是以前的加倍。但是这个成果出来是全市民得利哈。那每个议会认真的监督，公部门、行政部门好好的做事，其实百姓都是得利。然后黄市长的一个行政权的包容。就是说，大家互相的尊重彼此的一个这个权责，所以我的评比是这一届的市议会跟这一届的市政府其实做得还不错，是做得还不错。然后那个创造出来的这个无论是人文的价值，无论是这个民主的进步，市民的这个内涵，整体的提升，其实是其他各都比起来，我是觉得是进步的。我们不要比硬体我们可能财力没有人家强，对，但是反映在大家互相的沟通解决问题，像我们这次的质询提案，坦白以我为例啊，就是我跟行政部门建议的，就是因为我除了质询完之后，我会把做功课的提案，我会进行提案，我的提案单跟人家很不一样，有的人提案单可能是一张纸啊。4个字解决4个字解决，对，简单就是很。但是我是提案之后，我还有分里面的基础细项，还有那个附表、图档、那个主张，就是所以我往往一个提案都是2、3张纸以上，然后还有附那个图档给那个行政部门，那个都可以上网页去找到。那这个为什么很重要？因为让行政部门面对你的提案跟质询，他没办法回避，他必须要去面对。对啊，我讲的有道理啊，我们是讲道理的，所以就去改变了公共政策的决策。这个是对我来讲是觉得最大的收获。是，就是说我们理性的质询、理性的问政，这个行政部门他
他也针对你提出的东西，是有内容的东西，他必须要去面对，所以他必须要去做出回应。所以我们很多改变公部门决策的案子都很成功。对，然后我们都是理性的一个诉求，所以其实相对我觉得整体来讲，无论是立法单位、行政部门都是进步很大。那在这个过程我也争取到很多。那当然也感谢黄伟哲市长哦，他的作风也是，他也是不会去分什么那个政党，就是只要你讲的道理都可以试试看。他唯一的一点哦，也是我们也很难的，就是他常常会皱眉头的部分，就是钱的问题、经费的问题。但是这个部分我们会去跟他沟通，对。但是至少说，感觉上这一任这4年的，我觉得是整体的台南市是进步还蛮大的。软硬体部分都很大。对，哇，所以这个旺泉议员啊，做了17年的议员啊，然后他也觉得说，其实台南市是有在进步，然后这一届又越来越。我们这17年是听起来很久，好像说你已经做很久、很老了这样子哈，是不是？你很年轻就当议员了啊？是不是给年轻人去做哈？其实坦白讲，那个你看美国或日本哦，他们有很多的众议员、参议员，他们是做得很久，对，他们不会第一任就被淘汰掉。为什么？因为他们做的过程累积经验，他知道怎么去面对公部门，怎么去跟公部门沟通。怎么样扮演好一个沟通的角色，形成一个对人民有利的决策，贡献度是就是这个是它的价值。你做的越久的议员，你做的越好。今天不是说我们做的很多任了，然后那个待观察名单，然后不是我们的成绩很优秀啊。对啊。那个在各政党就是有成立政党的排名哦，因为他们公部门的这个分数打出来之后，他们是依照排名排下来，我都是排在最上面。对啊，有政党的排名我都是第一的。对。但是如果把无党籍加进来我可以说，我还是肯定我另外一个无党籍的同事，就是原住民的尹爱达利议员。他也是学法律的，跟我一样，他逻辑也很清晰，他出席率是100%。那逻辑清晰，然后监督的力量也很强，所以他的分数也很高，是，对，也甚至可能也高过我。但是就是说这很难得，这代表这个台南的这个民族文化价值都在成长，都在进步。所以我这个也必须要感谢到那市府团队跟黄市长，他愿意愿意去面对民主政治的价值，这是很重要的。我觉得这是跟过去跟各都很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这10几年下来，我觉得市民你应该反而要去肯定，做了很多届的议员，他是不是仍然表现得更好？就是说不会因为做了太多届，然后反而觉得懒散，然后没有力量，对，老态龙钟怎么样的？不是这样，是做得越久，你反而是表现得更好，因为累积更好的经验，然后争取到更多，达到更多的效果，或是让公部门形成更好的决策。我觉得你之前啊，就是在许天才市长时代，然后那一些历练，然后你都知道说我到底要怎么样去处理一些民众的事情，然后公部门的问题出在哪里。所以你当议员之后，你可以好好的去掌握这一些地方，我知道问题在哪里，然后怎么去解决。然后其实你也一直有在成长进步。我觉得不是说像你讲说年轻议员进来就怎样，做久了就怎样。我觉得还蛮感谢，就是我一路走来，我是靠努力的做，然后。所谓的水到渠成水到渠成就是你一直服务。其实坦白讲，我在当选议员之前呢，我曝光度并不高。是为什么？因为政治圈是很残酷的，一样要跟你竞选的现任议员会去打压你。那我为了不让市长困扰，所以我记得那个我在选前呢，在市府的那几年，基本上我是不曝光的，都很低调啦，非常低调到那个报纸是不会出现我的名字的。对，那是安呢，但是我们还是当选了。为什么？因为就是用努力的做，努力的服务，努力的克服，解决问题，一步一脚印然后这样子的当选给我很大的经验，就是说不一定要用作秀的方式，用
标新立异的方式，你也是可以当选，你也是可以去落实你要实现的愿景。但会比较辛苦，这也就是很多现任的累积很多经验的资深的议员，跟所谓新人要挑战他的不一样的层次。所以有时候我希望大家也能够理性的去判断，什么是优质议员，什么是理性的议员，什么是真正在做事，还是什么是只是在作秀，然后故意制造话题，然后博得大家的眼球，然后为了就是曝光，能够在选举上获得到选举的一个利益回馈，其实大家可以去理性的判断。对，好，那讲到这个在台南市议会哦，我们好像有发现说，旺泉议员你好像都一直留在教育文化小组，对不对？对，我从进去我就认定就是我就是以教育文化为主，为重心，因为这个才是这个城市的根本。这你如果教育没有做得好，文化基础没有内涵，没有把它保存好，没有深化，那这个城市是没有灵魂的，跟它丢超人赶快是没有灵魂的丢超人。所以我觉得教育文化对是100年大计，这句话这绝对是没有问题的。那怎么去给它落实？所以我就以身作则。当然，我们每一个区块的问政，我们一样都是够专业。对，我们跟立法院一样有分组，有分委员会，也有属于保安的比如警政系统有建设啊，有那个各方面。那我一直都是坚持在文化教育，所以这17年来，一直到去年整个那个委员会的调整才做一个改变，但是那个名称那个以后在那个还在调整那个内容，但是16年来我全部都是在教育文化这一个委员会，没有离开过，从来没离开过。对，然后那个因为这个委员会比较冷门，可是没有人跟你抢。所以大部分比较热门的会去抢公务啦，哈。对啊。我要不要进出更些啊？我在公务委员会还没有审预算之前，会先在委员会讨论一遍啊。所以那个相关的局势会对你很客气啊，你就可以争取到更多啊。所以你不去抢那个，你就是很坚持要在教育文化。对，在教育文化是算是冷门的，但是后来发觉，前10年很冷门。后半段后来发觉最近5、6年很热门，越来越热门。那这个代表整个城市在蜕变，在改变。我们的坚持是对的。对。所以一直到我记得最近3、4年来，好几次都必须要抽签，因为我们登记的人数超过了嘛，超过7个以上，我们就要抽签。那很幸运的呢，我其中有2、3次，我怎么抽都是我还是留在教育文化委员会，这也是我的不要说宿命，算是你的使命。对啊，然后使命要让你留在这里。所以我对整个教育的一个政策是非常的坚持，而且还有文化的部分。对，这2个元素我是一直琢磨得很深。对，所以我在推动的部分，包括音乐跟文化。或是文化艺术方面的活动，或是帮助弱势做了很多，然后在咨询的部分，针对怎么样做教育改革，也提出很多的一个政策。对啊，所以大家会觉得说，蔡议员啊，他就是本身很会那个拉小提琴以外，然后他对于这个艺文啊、艺术啦、文化啦、教育真的是琢磨很深哦，然后非常大力在推动。好像你办的活动就相关的就是300多场以上，对不对？好多已经数不清了。对，而且都结合一些公益。然后另外，我觉得你最特别就是什么呢？就是把它服务处哦，成立了一个公益的艺文展演空间。这个部分你成立的时候。我们有去做采访，我们先来看这段影片。好哦。原本是服务市民接受真情甲资讯的服务处，唔计当看到场面挂满侪艺术创作，加添文化气氛。议员创作人表示，为了推动城市美术馆的概念，现在伊个进一步率先将地下室40平空间全新打造成美术加音乐展演的空间。而且增设净化空气设备，让民众一旦安心观赏。而第一场邀请知名画家郑真，将对台南的地标进行创作，相当精彩。努力的去发现台南的城市之美，我们台湾的任何的这个好地方都是我的题材那我们
最大的目的就是画出好画，然后让大家来欣赏。未来除了展画让来欣赏的民众很舒服以外，还有我们也会预期也会安排很多的这个讲师带来很多的音乐讲座，这个教画版画的讲座，还有设计的讲座，很多城市意象的讲座都会陆续在这边开展，而且都是公益免费的那我们也欢迎大家到时候可以上我们的这个网络预约平台。议员除了将服务处变成在地画家甲艺术表演者进驻的空间，透过作品的展售，也阁要提拨经费来做公益。其中奇美精密就率先认购200图，甲画家共同捐出6万块，予南台南家扶中心。汪泉伊有一颗很柔软的心，这足柔软的心，在这个咱的从政服务选民的同时就像他打造服务处是一个文化艺术空间，同时用这样的心来陪伴，不只是相信，不只是除了家扶中心可以受惠，很多的社福团体、各个文化艺术团体也都会受惠到。这次的活动它的一个收藏都还会捐出2成以上的这个费用共同来帮忙家扶中心。那我们这一次也特别感谢我们科工区的奇美精密工业王董事长特别抛砖引玉，除了认购画作以外，也特别总共我们这个活动也第一梯次也捐出了6万块的现金，要给这个我们家扶基金会来做这个急难救助金，帮助这次疫情冲击的一个很多的家庭议员结合画家甲企业家所推动的艺文空间，预计9月12号正式开播，也邀请大家无私奉献，共同为公益来努力。台新闻军及采访报道。哇，所以这个应该是全台湾只有你一个人会成立这一种，然后是不是也会有人说你很傻？如果有这些钱的话，是不是拿去绑桩、给调卡够喝开起来这？有人这样说过吗？常常常有人笑我傻。从我当议员的第1年就笑我傻。当时我第1年的时候，我就当选议员的第1届，我除了每年的寒冬送暖那个是18年来。做了18年，包括第1年，对，是应该是17年，17次，17次从来没有中断过，没有人议员能够连续做那么久，就是寒冬送暖。那寒冬送暖的时候，那个我还会特别准备那个过年的礼盒给我们中低收入户就是说我们不要用救济的心态，是过年是朋友对朋友，邻居对邻居，对，所以很多那个走在路上，有一些朋友会说。过年拢做感情，我就知那个他们有收到的，类似这样，对，所以17年了没有中断。另外就是我每年都会办一些音乐会，公益的音乐会，然后我会把门票，文化中心演艺厅的门票就是卖出多少100%全额捐出。不会再去扣成本部分我就会自己想办法，还自己吸收，一般人都会扣掉成本。对，税金我都自己吸收了。所以每办一场音乐会，我们的都要2倍、3倍以上的成本是这样，就是说那个门票的那个税金也都是我自己付，就是反正只要卖出多少账面的多少数字，我们就是捐多少给这些比如说这些弱势的孩子，就是10几年来是真的全部都是捐的，对，都是捐的。然后16、17年来，我们就是都是这样子做，那当然是很辛苦。一开始很多朋友会说你这样戆人选举那么把资源可以用你要选举的资源。你等到你真的要选，你也不好意思跟朋友开口。确实是这样子。但是，隐性中的力挺你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大。所以，即便每次都选举都很竞争，都很压力，都可能很危险，但是你都能够过关斩将。其实这有助于，就是冥冥之中，就是无形之中，很多独立思考，或是说默默支持你的，跟你一起。感动一起要做这些事的朋友，努力在默默在支持你，默默支持我的力量，让我能够度过很多的难关。对，所以常常坦白讲那个很多里长都会跟我说，你起来这么新议员呢，你是最不像议员的议员，怎么讲？就是我说对啊，非典型的议员啊，就是说那个在里内看不到列条卡里堆呢，怎么每次票开出来你就是有票？因为他们会去评估说。
因为台面上有在活动的里民，大概都会被各大势力绑定了啦。对啊。所以他可以去算说，大概某个议员的这个调阿咖这一群，某个议员是那一群，你那一群怎么都没有看到啊？但是票开出来都有，都有，对，所以我就觉得会心一笑，说这次都是后面默默支持我的力量，都是隐藏版的那个隐藏版的力量，对，所以我更坚定说自己的坚持是没有错的，就是你不要去为了选票考量，你努力的做，这个城市是看得见你的，是大家看得到。是我们这是一个温暖的城市，我们对这个城市有信心，对人性有信心。老公最美丽的风景就是人哦，我觉得在这个城市也是，你努力的做不要去为了选票考量去做那些事情的话，他们会看得见你，会默默的去支持你。然后你是可以度过这个难关的啊，对啊，而且你刚刚讲到说，最美的风景是人，然后其实最美的服务处应该就是你的服务处成立的那个公益的艺文空间。对，我们那个艺文空间哦，那个很特别啊，就是那个不然被这一的公仔机啊，我还重新装潢然后花不少钱，然后还有设备，然后定期邀请那个画家，我都是以在地台南市本土的画家为主，是，然后给他们有展演的空间。那展演空间之后。只要有人认购，就会画家会再跟这个认购的人在就是可能捐3成或捐多少给那个家福一天，也是做公益，对，做公益对。然后呢，我也固定在那个场合，就是举办包括有小型的音乐会或是那个演奏，那甚至还有一次上次我邀请到那个有一位主治医师苏思养医师，他的玫瑰木乐团是专门他自己写很多那个感动人心的故事，就是音乐故事，然后每一首音乐都可以让你掉眼泪、赚你热泪的音乐故事，也邀请他到我那边去演讲，也是爆满。对，然后他带来的那个音乐书，当时带了我100本还是多少？我们现场的朋友全部都把它。那个认购了，对，然后他好感动，就说这个无关选举，但是让我们看到人性光辉的一面，所以这是我觉得17年来让我收获很大的部分，也因为我有公职的身份，我可以让这个部分能够加倍的效果能够更大，让大家一起努力的去做，就像我。我这样做之后，我看到，我们有一些同事啊，也会去跟一些团体做结合，来办个小型的音乐会，那我就觉得，不错，那我有带动效果，是，我就很高兴。就像我成立公园志工队啊，我们已经18年了，也没有中断哦。你那个志工队很厉害哎。对，我没有中断。那个要特别介绍，那个我们的灵魂主角人物是苏胜龙老师，他是国文退休老师，他是很。做高职业、做有理念的一个老师，伊是退休老师，伊的退休金拢摕出来关，伊的退休金会摕来买迄个快读台湾史，买迄种很有意义的书，然后去送，然后伊即马退休金领了，伊即马咧领迄个啥国民年金啊，一个国民年金嘛关出来，好像是非常可爱。他以前就会就是会坐火车去绕台湾，因为了解台湾的地理，他会跑到这个咖喱去买当归茶，带互阮啉，互阮知伊的故事，还是会去找迄个关庙买遐往来，可以互阮分享。就是他会让我们知道这个的重要性，一些小东西，然后他很会写诗词，所以他是我们的队长啊，我是大队长，他是队长啊，我是一个我是号召，所以就是成立一个望泉公园志工队，到现在也已经18年了。因为我还没有当议员就成立了。我们成立日期是我们为了比较好记，所以我们就选18年前的10月10号那个国庆日的时候。那时候国庆日大家都去玩，那我们觉得我们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我们就成立志工队，就从东宁公园开始，就没有再中断了，风雨无阻。然后很棒，所以就整个以东宁公园、小东公园、东兴东河、林森、巴克里公园，就是这沿线的这大公园，我们就轮回的去认养、去扫，然后去写里面的故事。公园的故事，我们也看到凤头苍鹰，也看到那个画眉鸟，也看到很多，或是我们就会记录。
对，然后有一些民众的服案件，跟我们讲，我们就马上处理，就是变成一个很良性、善循环的一个模式。对，那所以我当时那个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啊，就是跟我在推动艺文公益一样。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公园扫地哈，很多朋友是旁观的心情，就是说。你这是扫金的扫 gay 啊？那是不是底下表演功哦？对对对，你是不是为了选举扫？对没有，我在这边没有在发文宣，不是为了选举。然后结果等我当选之后还继续扫呢。对。然后扫到要连任的时候还在扫，所以就很多朋友真的就站出来，有好几次啊，就是我们在扫的时候就走过来跟我说，那个进前过，你这可能扫 gay 吼。安尼我决定啊，这个我要支持你啊。他表示上次没有支持我，因为他是观望，觉得说怀疑说这是真的 gay， 结果没想到我们一扫就扫了18年，扫了18年，对，没有中断。那我们前几天我们才在公园庆生，吃蛋糕，对，不容易。然后所以苏胜龙老师跟我们志工这样子一起。就是不是我们不是只有去扫地的时候出现，苏老师是随时都会在公园，他随时在公园帮忙，对，那所以这个也变成一种人的故事的力量出来，对，所以我觉得是一种带动效果。我们带动到怎么样呢？就是我们一开始都是我们自己在扫，然后那个其他运动的团体也是在观望，可是到最后已经养成一个习惯。后来运动的团体会来跟我们借扫帚，所以他们也要扫。后来他们也去买扫帚，就变成各公园里面就有很多团体，他们自己现在自己会主动在我们运动的区块，他自己把它整理好。对啊，这样很棒哎。10几年前是没有的。那我就觉得很高兴，有一种带动效果。看到这样城市的改变、环境的改变，有正面的价值，这就是我们的收获。那我觉得担任这个公职就值得了。对，就是因为你有这个身份。你可以去做这些事，然后带动大家一起来做，就跟我一样，我推动很多音乐会，后来有很多同事也觉得，越来越多人关注这个，那他也来办个音乐会，这也有带动效果。那我要的就是这个，我不会因为说，那个你跟我做一样的啊，那会不会抢到这个区块的选票？我不会，大家一起来，好事大家一起做，是，对。那我们希望说台南的未来的政治也是这样，希望有一个正面的带动效果，所以像这一次的优质议员评选也是这样。对，过去没人这认真去做功课的，起码大家议员都做认真。对啊。虽然有些议员同事也是会抱怨啊，说这样会不会被牵着鼻子走，然后怎么样的，后来也被迫必须要加入这个行列。对啊，因为要被人家评鉴嘛，所以只要认真一点啊，这样也是好的啊，对大家来讲都是好事情。对啊，我们监督行政部门啊。但是谁监督我们？对，有民间团体监督我们也很好啊。对，没错，也是一种很不错的一个循环。对，让议员不要想说选上了就是可以稳当4年哦，你要好好做事，不然下一次大家不投你。所以我必须要在这边也借这个时间跟所有乡亲说就我们要拿到优质议员是很不容易。真的。第一，我们的出席率几乎100%。是。然后第二，我们的问政提案都要做功课，然后几乎整天都。只要议会，尤其是我们这4年我们的议会特别认真，所以我们的会期特别长，临时会，然后那个定期大会占的时间很长，对，非常多，就代表我们的时间会绑在这个地方很长的时间，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基层啊、扫街啦、拜票啦、走透透，然后就很吃亏。然后新人就没有这个时间去摆，他整天跑，所以我们常常就有很多朋友说，阿农有快点人咧行，啊是阿农我们快点力，我们就很无奈啊，我们今嘛跟他开定期大会，我又走不开啊。对，今年临时会又特别多。对，然后就是他说，你嘛个插杯啦，那个插杯带酸没掉，要安怎？大家都为我紧张。对啊。但是我还是坚持说不行，这是我们的职责，一定要把它做好。甚至我们在讨论，因为预算审不完。确实审不完，因为大家很认真，我们都是逐条审。是。然后审不完的时候怎么办？不是议会不认真哦，是真的很认真，所以还有好几个局势没审完，但是我还是立主张，我在党团里面也表达看法不过这个要经过党团协商，就是说不能因为说我们离投票只剩1个多月，然后我们就暂停，然后就去拼选举。因为大部分的同事可能会认为说选后再来审，那选后审会有很多的复杂，就是那
那到底是新当选的跟来审，还是旧的议员来审？会整个中断，会有那个延续性的问题。哦，那我是主张说，不论如何，应该要加开这个临时会哈，在选举前赶快把它审完，这是我们的责任跟天职。但是你继续审的话，就影响到我们的选举败票。对，这是100%。但是我还是主张应该把它审完。对啊，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没错，所以你看，就是这么优质的议员，所以那个乡亲有形象，我冇形象，爱给大家回起来呢。对，所以大家要能够体谅，他是真的在为我们市民哦一些议会的预算，然后等等一些政策在把关，然后好，那讲到说你其实推动这些文化艺术之外呢，其实对公益真的很热心，然后日前也刚举办了那个小确幸哦，对，哇，这个关怀弱势孩童的时光机活动，我们也有去采访哦，我们来看现场的新闻报道。用感恩的心，欢舞国际文化教育基金会小朋友带来乌克丽丽音乐表演，为小确幸怀旧市节裂开序幕。现场集结40名团商，还有充满怀旧元素的动漫以及电影，让大人囡仔斗阵佚佗。最主要是帮我们环宇基金会的小朋友们，做一个募款，还有一个活动的呈现，就是他们呢会有一些音乐的表演，然后会有一些手作，然后让大家看到他们有一些人是有一些绘图的一些天分，然后借由这样让大家更了解环宇基金会，它到底是在为小朋友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活动当中有一个民代来共同参与。响应环宇基金会的偏向囡仔暖心制作的幸福时光机企划，透过囡仔亲手做的明信片，让民众写着想要讲的话，予1年后的家己，并投入去幸福时光游趟当中。那最主要是要让大家看到我们很多弱势的社会福利团体他们的需要，还有呢陪着孩子我们等一下会把明信片寄到这个邮筒然后在1年后他们会再收到我们给他的关怀。让他回顾到1年前的时光。那这1年，我们也一起陪同孩子们一起成长这场活动是市议员蔡旺全以及台南市社会局的大力协助而成。除了环宇国际文化教育基金会，更结合台南市脑性麻痹之友协会、台南市脊髓损伤协会等团体，除了让民众来社市集，同时让大家了解弱势团体需要的资源。台南新闻杨顺华采访报道。哇，所以这个活动其实也是真的很获得好评呢。对，特别是那个孩子们真的让我们也很感动。他唱的那一首歌就是他们练了很久，就是特别的，我们唱我听，我不是给大家听。对，那个孩子们他们不是会做明信片而已之前还画了我一个自画像，送给我，对环宇基金会的孩子们。他们都是就是非常弱势的小孩子，对，那他们我们大人们去关心他们也很感动，所以这个就是以后他们长大之后，有所成，一定会回馈社会，因为他在成长的过程有大家去关怀他，跟他支持跟鼓励，这是特别的一个力量。为什么要办这个样的一个活动？对，所以就是其实也蛮关怀这些弱势族群的。那这个活动其实我们也希望明年能够继续办。对，当然我议员要先过关，要先过关才能办大家有听到。这个活动其实中间还有包括一起参与的还有一群年轻人，他们也找了，为了让这个活动更加的成功也找了那个重机车队来支持，也找了那个。穿旗袍复古来支持非常可爱。对，就是那个让孩子们，然后他觉得真的是不简单。这个城市是有温暖，是快乐的。我们要的就是让孩子看到这城市的是未来的，是有希望、有未来，然后可以让他在快乐的环境下也能够成长。对，没错。然后我们也有看到旺泉大哥哥的泡泡派对，对，哇，泡泡派对来了，这个活动大家都很期待耶。有我们那个上Google，我们做 Google 表单，所以
我们是透过那样扫描，然后到 Google 里面去报名，就是一下就额满了。都额满。对，我们限定100名小朋友就已经报名100多名了，超标了。那我们也很高兴。那这个活动其实这场活动10月16，那我总共有3场，一场10月16，一场10月30，一场11月19。那很多人说，基本上选举都很紧张了，你都做危险嘛，你个办那个家长跟孩子的那种在玩，对，这样的一个活动，你袂惊你啦，大家都去邮票啊，你个你家办这，但是这个是我对家长们的承诺，因为之前我就跟很多家长说，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办很多的，包括说故事啊，跟孩子们说故事，然后跟孩子们这个一些家长跟孩子快乐玩的一个活动。那为什么要办这个活动？一方面，很多的孩子。特别是孩子的成长的过程，他如果是快乐的，他将来长大之后，这个城市成为中坚力量之后，这个城市是快乐的。但如果在小的时候是忧郁的，或是被压迫的，那长大之后他也会变成这样的，真的，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我较早大汉嘛修心理学学分，对我自己读法律，我要跑到那个心理系去修心理学分，对我就是特别想要了解这个小孩子成长的心理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很重要。所以我特别还办了好几场，然后那个在一开场的时候，我会请我们的人员先花个10几分钟，先来一个泡泡的说故事，那个跟孩子们做对话完之后，然后展开泡泡的游戏。那我们当天准备的这个泡泡的那个非常的精彩就是跟我们小时候吹泡泡可能只有一个而已。但是它那个是很大面积的、很大型的，对，各种缤纷色彩，甚至像下雪、漫天飞舞都非常的快乐。这报名一个了，大家都特别就很想再去了。对，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对，那我们也希望说，藉由这样的活动，能够让家长们有这个机会，就是说你要珍惜孩子成长的时光，是珍惜孩子成长的过程，能够尽量维持他们的笑容，让他们快乐。我觉得这很重要。对，我要表达出的那个理念跟诉求是这个部分。对。好，那我们其实知道说你有很多的政见啊，很多的政策理念等等，其实大家都看到你的表现。那尤其那个像刚才我们这样谈一谈，我觉得我比较想要了解，就是你在教育文化方面，你的政策是什么？像当初那个我们在巴克里公园旁边那一块地，我们后来有一起去争取到，跟中央一起争取到那个科学未来馆，这个对将来小孩子未来的科学教育是非常的启发，是非常重要。对。那这个部分，行政院也已经核定79亿，那已经在进行中。这个未来对孩子的这个科学教育帮助很大。第二的话，我在咨询问政的过程，我常会大概一开口，局长就知道我要讲什么，因为我一直在追他说，你那个碳排放的那个教育公式已经计算出来了没有？就是说世界都知道以后要碳交易，那你应该小时候让孩子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碳交易排放的一个限制，那公式的计算。因为我们每一样的制作，我们班有冷气会制造很多的热源消耗，那你必须要把它平衡回来。所以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后来也督促到教育局它也去估算每一个学校它的付出，然后用怎么样碳排放平衡，就是种树跟那个绿能，就是把数字计算出来让它平衡。我一直在追这个部分，但追这个部分不是他们行政部门要做到，是你要让小孩子能够跟着参与教育、学习成长。所以有很多学校，教育局已经让他有一种类似一个学习的一个看板，会有一个板子让小孩子们知道说，这个目前这个数字多少那个数字多少。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是有数字的，让他们可以知道说我们现在身处的环境的变化。对，然后包括这个最主要是我跟教育局一直主张的说，应该要针对这个师生比要做调整。那师生比每降1点就会增加很多的财力支出，我当然知道。可是现在少子化，你不能因为少子化，然后学生数在减少，你就说没办法做到师生比降低。应该利用少子化的这个现象，一口气让它师生比降到1:12，
那我们现在大概是1:15，所谓的1:15就是大概一个老师要带15个学生，然后那如果能做到1:12的话，你会让整个教育环境更优质，那学生的教育权会得到更大的保障，这是正在努力的部分。是，那因为慢慢的调整，已经往这个目标迈进了。因为局长也同意这样方向，对，但是财力的各方面调整都需要逐步的调整。是，对。那第二，还有就是我也提出，要增加这个特教巡回班，他的教师员额跟特教助理员的时数，因为很多弱势的孩子，他们是特教学生但是他没办法那个特教助理员的时数没有办法支援这么多，对，没办法分配那么多。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公平正义有温暖的城市，你应该先优先帮忙弱势，这样子的话，这个城市才会有良性的一个竞争力。再来就是。我们现在因为很多公部门会为了考量到经费的问题，会请很多的代理老师。对。那其实我们台南市的代理老师比例是蛮高，很高就跟行政部门里面的约雇聘临时人员的比例很高，意思是一样。为什么？因为经费比较少，是可以请到比较多的人，但是这是不对的，就是说你应该恢复到正常。你代理老师聘的越多，你就剥夺到原本正式老师甄试的名额，所以那个比例应该重新做调整。再来就是你针对现有的代理老师，你应该予以给他保障，因为为了要回避法令，所以会都不会让他给12个月。如果你聘组12个月1年，你就要符合劳基法，通常都会聘到11个月，是，所以我们要求你应该给他到足满12个月，这是一个元素。还有一个元素就是因为那个有寒暑假的问题，所以你应该要寒暑假很多的去协助的人都要给他补齐，所以你让他完整聘期12个月的话，那才有符合公平正义，然后那个学生的教育权能够受到保障，然后这是这个部分，完聘期应该要给到1年，是对，然后再来是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学校保全每次都是考虑到经费的问题，就是只要你咨询公部门，他们就说经费的问题，都是经费，对。那但是我们咨询的每一点都很重要，所以我们也是要求说，那不管怎么样啊，校园安全很重要，学生在校人数时数，只要他学生的在学校的留在学校的时间，你就是要给足保全的一个时数跟人力，对，这是最重要的。那还有另外一点跟大家报告，就是那个之前的前瞻计划，我们给了国中小国1跟国2，然后国小大概是这个几个年级，就是我们把以前我们在教学的时候都用单枪投影，那现在已经改成大萤幕。对，我们台南市是做那个大萤幕，那个可以跟电脑联动教学，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是，然后每个都有平板那但是因为前瞻计划的经费后来现在没有了，所以造成国2要升国3，哇，教室变成又回到单枪投影，那很奇怪。他们已经适应了这样科技电脑教学了，是，所以我跟局长沟通了之后，他愿意用市预算来做，我们逐年编列来把那个国3不足的部分跟国2增加的班级，我们也把它补足，这个部分，然后配合这个平板教学可以跟科技联动，这个部分也是借这个机会跟所有的家长报告一下，就是我们在努力在协助的东西，有些是大政策，有些是细节，但是这个都非常的重要。然后包括双语的那个发展，我们是全力的支持双语发展，但是双语发展你必须要给足资源，这个资源，而且你必须有个原则，就是教育局不要介入太深，你应该尊重各校发展双语教学的特色。各个学校，大概老师都让这个老师都有一定的本事，对，你不要去介入太深，你去发展特色就对了。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够真的让我们台南市发展出真正的双语教学，不是官方的双语教学，是全民一起来的双语教学。这是我的一个主张。那当然就是另外就是调整幼托政策，公司要协力，就是说，
幼托政策里面哦，当然我刚刚讲到1:12，那另外一个就是它牵扯到这个教保员的生存问题，因为过去这几年我们台南市的教保员一直在增聘，因为我们有增加很多那个公立幼稚园，就是那个非营利幼稚园，或是跟民间合作的，那所以教保员的员额是一直在增加。对。那我曾经1年前曾经咨询过局长，那未来少子化的情况，那没有学生，你教保员还在增加，那会造成他们失业吗？他说绝对不会。好，那今年就发生了，今年那个入学的学生数突然间骤降。以前公立幼稚园都还要抽签，对，现在不用抽了。现在不用抽了。现在不用抽了，对。所以马上改变很大。那你教保员怎么办？你不能让他失业，所以我就说你应该利用这时候去落实1:12的师生比。是。就是说不但不会让他们失业，然后重新调整，让那个班级数重新缩小调整，让它优质化。这个部分也跟大家报告一下。是。对。那其余的包括我一直以来的就是大家所了解的班班有冷气、营养午餐、视听设备这个游戏的器材的争取，这个我是配合陈廷飞委员去跟中央争取，然后所以让在各校都能够有这方面的更新对。那还有当然我们其他区域的委员也都有努力在争取啦那还有我在东区的部分，我自己全力努力争取到的部分，包括我在当育文国小的时候，也争取到这个我们的梦想馆综合馆的兴建，分3年预算的编列，这个都改变得很大。那还有以前我有帮忙的有崇明国小的管乐教室的那个，还有胜利国小的弦乐教室，然后增修，还有那个老司令台等等的一些整修啦，胜利国小那个古迹的一个整修，那个结合文化局的部分。其实也非常的多，我在教育界帮忙的东西非常的多，还有各个乐团的一些乐器那这个都是比较细的部分。那比较重点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就是怎么样让大家努力的去做，把这个教学的品质跟幼托的品质提升。对，它的关键在于师生比的降低。这个部分公部门还在调整那个裁员。那我们会努力的去督促，就是因为剩1个多月就要投票了，对，希望那个下一次还能够有机会跟大家见面，我们会继续的努力的把这个部分做好。对，那当然就是蔡议员他也还有很多争取的一些建设然后他问政的一些详细的，你就是可以上网络去查，或者是 FB 都有这些详细的资料。对，然后所以刚像在艺文的部分呢，也是首度去年就是我跟很多音乐家。去跟市长拜会，然后提出很多的想法，包括建成那个台南400年因为你说用建成的时间那个有争议，就是到底要以1624年登陆的时间，还是要以隔年1625年那个台南是第一次有都市计划为主，很难界定。那所以我们都会讲是台南400年就是。那纽约也是400年它跟我们同一个时间，一个是东印度公司，一个是西印度公司，都一样，那个时空背景、航海背景都很像。那所以我就跟市长说服说，音乐你应该独立出来办一个那个国际音乐节，比较是古典的，这个是世界共通的语言，很多城市都是这样。你很多城市办了音乐节之后，能够跟国际接轨。那所以市长就听了我们的建议，真的我们独立的去年就开始办，今年是第2届，那就是响应都非常的好，就是让人家看到我们这个城市的那个软实力。我们的坦白讲，我们台南是学音乐的小孩子以小提跟钢琴来做统计，全国之冠，哇，密度最高。厉害，所以我们这边也产生很多的音乐家，很多的音乐家，很多的作曲家，非常多。像比如说，包括我们现在北艺大的音乐系的这个所长主任那个苏显达老师，就是我们台南人啊。所以我常常邀请他到台南来，我们也常常这次的国际音乐节，苏老师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对，就是那个他也是小提琴的那个大师。对。所以，我们台南的那个软实力是很强的，所以市长就从善如流，就真的
就决定举办了这个国际音乐节。对，采取的第二个目标，市长说他会在努力，因为我一直在努力争取，希望能够打造台南市的音乐厅。好，因为我们的音乐密度是最高，人口那个人才最多，但是我们还没有自己专属的音乐厅。那目前我们的文化中心那个演艺厅，它是综合的，也可以歌剧也可以，但是它不是专属的音乐厅。虽然它的音效是不错，但是像屏东，它好几年前自己盖的这个音乐厅，他们就属于他们专独有的音乐厅，或是像那个魏武营那个都是，但我们台南还没有自己的真正的专属的音乐厅，所以这是非常的可惜，所以这个部分下一个阶段目标还在努力中。对，之后会好好来争取。有文化局跟市长那边其实有一些副案，我们有一些副案正在推动。对，这个未来都是美好的，未来都是有希望的。这个城市，我看到的未来是越来越好，是正面的，是乐观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大家一起的努力一定会让它变得明天是真的会变更好。是，好，那我们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最后要问旺泉的问题，你们这个东区这个部分。有10位候选人，然后选出5位哦。对。然后民进党提了3个，国民党2个，然后5党还有其他党的实力都很坚强。坚强。对啊，所以这次选你有什么话跟我们选民讲？对，我觉得还是这样，就是说，我比较没有很多的选举活动，选举的跟竞选的这个方式可能跟大家比较不一样。是。那我也希望各位乡亲，就是恐怕会觉得说。在这样的一个多额提名的情况之下，票源分散其实是很危险的。那希望各位乡亲，就是如果认同我过去10几年来的努力肯定的话，希望能够帮忙跟我们东区的朋友们关注一下，那个请大家多帮旺泉关心关照一下，这很重要。因为事实上，现在大家都在喊危险啊，对，但是。我们都是理性问政啊，面对大家都是笑容满面啊，所以人家觉得说不会啊，你都笑嘻嘻的，应该不危险，应该是很安全啊。其实不是，是相当危险。对，我们是不希望把痛苦带给大家。对，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帮忙，就是这一次还是要如履薄冰，能够那个一步一脚印，然后如履薄冰才能够过得了这一关。也唯有过了这一关，你有这样的一个。能够过关的话，你才有办法继续完成其他的事项跟努力。对，没错，跟这个愿景。好，所以呢，我们最优质的议员，然后蔡旺泉议员，如果大家想对他更进一步的了解，上网啊、FB 等等，都可以查到他相关争取的建设，然后什么理性问政的。好，再一次感谢蔡旺泉议员到节目当中。所以大家可能会。收到我的大扇子、小扇子啊，或是这个我们有一个 QR code， 也欢迎大家帮我扫进去，然后丢个贴图给我。那这个是一般人讲说所谓的官网赖，但是我是当师来使用，1对1，而且都是我自己在回。是自己在回的。对，我没有我没有请小编在回，所以我会回的比较慢，但是都是我自己人本人在回。好，那我们把它弄在那个电视荧幕上，让大家可以来扫这个 QR code。好，对，如果在1对1的他会亲自为你服务。好，再一次谢谢旺泉议员，谢谢大家，谢谢。好，那么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市民时声这波底下各一段了，咱再会。